好，呢條片我哋會解咧24至25年啦，mock 卷啦 MC 係第37條嘅。咁呢條係關於一個 linear programming 嘅問題啦。咁我哋咧見到又係3條式啦，我哋可以 let 翻咧第一條式做1啦，第二條式做2啦，同埋第三條式做3。我哋用翻 simultaneous equation 咧揾翻1、2式嘅intersection 啦，1、3式嘅 intersection 同埋2、3式嘅 intersection。咁我哋今日咧去揾咩咧？就係話佢話有個 largest value k 啦 ，such that 咧 ，OK 你個 value 咧係呢個叫做10嘅 ，OK 咁即係代表咧 k 係一個 constant 嘅話咧，我哋希望咧揾到前邊 x 加 2y 會令到佢最大先啦，加完個 k 之後咧就會等於翻10嘅 ，OK 咁我哋先撳咗機先啦，撳翻 simultaneous equation 就得噶啦。好，咁撳3次嘅啫。好，如果唔知 simultaneous equation program 嘅可以睇翻呢啲片啦。好，第一條式入1啦，3負1 19，出嚟係5同埋負4。好，第二個，好1嗰個唔改嘅，撳3下，跟住3、7、11，出嚟負1 2。好，3嗰條式唔改，所以改前面嗰3個 input。3負1 19，後面3個唔變。6同負1。好，咁你要諗下啦，究竟邊一個數會令到前面 x 加 2y 係最大咧？咁如果你心算唔到嘅，咁你可以計晒出嚟啦。咁如果你心算到嘅，其實發現咧2、3呢個6代6同埋負1咧入 x y 咧，咁係最大嘅。咁我都扮一次，如果真係完全唔知嘅話嚇。咁就係5加2括負4加 k 嘅話咧，咁啊即係10減8啦，即係2加 k。咁然後代負1同2咧就負1加2乘2再加 k 嘅話咧，負1加2乘2，咁出嚟3嘅3加 k。OK， 咁如果係代6同負1咧，就係6加2括負1加 k， 咁即係4加 k。咁後面4加 k 係最大嘅，而4加 k 等於10，所以 k 咧就等於翻6啦。答案就係 boy。